Ladies and gentlemen，我哋今日嘅話題係和諧。咁咩係和諧呢？可以唔係朋友，但唔係敵人。和諧係可以唔俾意見，但可以選擇聆聽。和諧係可以幫手，但唔好越幫越忙。和諧係可以叻個人，但唔會踩低人。和諧係你可以成日開玩笑，但要有底線。和諧係可以唔認同，但要尊重。和諧係即使面前係陌生人，但亦都可以分享自己開心嘅嘢。咁你分享自己啲嘢嚟講下。我叫羅伯，我喺度識到好多新嘅朋友，有人好照顧我，有人成日同我打機，有人成績好好，有人唱歌好好聽，有人好搞笑，所以我喺度成日都好開心㗎，好想同你哋講聲多謝，好恭喜認識你哋，多謝。我是女女，我喜愛閱讀小說，小說中每一句每一個字我都會清楚記得。裡面說，因為恐懼，人才會保護自己。我想說，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會影響一個人，所以在痛苦的時候，不要看，不要想，不要聽，這是小說中客訴世界觀人們要做的事情。我是仔仔，我非常喜歡小動物。我要食嘢。尤其是毛茸茸的小動物，每次看到這種動物的時候，都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，就像是心裡暖暖的。所以我家裡也養了隻貓。每次當我感到不開心或者有壓力的時候，我就會撫摸一下我家的貓來緩解壓力。所以我非常喜歡小動物。我係 YM， 我嚟緊講嘅嘢有可能會影響大家嘅心情，但係我可唔可以講啊？可以。我想講嘅係嗰啲覺得我一無是處、睇唔起我嘅人，我多謝你。但係一世人唔長唔短，我只係想開心咁過。即使將來發生啲咩，剩返我自己一個，我都一定唔會嫌棄我自己。因為如果我連我都唔愛嘅話，咁我仲有咩意義呢？但係都希望你哋為人多一份善良，多一份支持，多一份接納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。你哋做乜嘢啊？冇嘢啊，冇嘢啊，冇嘢啊，冇嘢。我係 Yoyo， 我想講，我係一個有嚴重拖延症嘅人，我亦都係一個完美主義者。好多時想將一啲事完成得好好，但係都因為拖延症而完成唔到。不過我有時喺度諗，其實咁咪同我嘅完美主義好矛盾咯。但係自從遇到呢班人之後，我就知道其實完美並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係我哋一班人一齊完成一件事。我先。邊個輸贏唔緊要啦，最重要係大家一齊啊嘛。得話。我係文文，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有選擇困難症嘅人。
因為我每次要選擇嘅時候，我都會喺上嗰啲選項度揀出最好嘅嗰個，所以我次次都要嘥好多時間嚟諗呢啲嘢。有一次我去同朋友食飯，佢哋啲嘢食已經到齊晒啦，而我仲喺度諗緊要食咩。前日就食咗 A 餐啦，覺得幾好食。今次要唔要再嗌啊？但係都食過啦，食嚟做乜啫？試下其他可能其他嘢食仲好食呢？定係嗌嗰個 B 餐啊 ？B 餐又有少少貴喎，都係睇下其他嘢算啦。咦？佢有新出嘅餐喎，但係試下呢個啊。唉，新出嘅我都唔知，都冇咩人試過，我都唔知佢好唔好食。如果唔好食，咪嘥咗錢咯。就係咁，我成日會嘥好多時間諗呢啲無謂嘢，但係到最尾，我發現我諗咗幾耐，諗咗幾多都好，我都會揀到啲我自己唔中意嘅嘢。咁我就諗啦，咁點解我唔揀快啲呢？我揀快啲，又有機會揀到唔中意嘅嘢；我揀慢啲，又會揀到自己唔中意嘅嘢。咁點解唔揀快啲啊？所以我一決定考試 MC 題，我就係揀 A； 食嘢我就係揀 A 餐。A 餐啦，唔該。OK， 到我。你哋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個名叫 Kidas。我想講，其實你同我都有過好多唔同唔開心嘅經歷，有可能係會係人哋俾你啊。甚至乎都可能係你自己俾你自己嘅，但係咧，其實我就覺得只要你做好你自己嘅本分就夠啦。啊！我仲有啲想講㗎，我仲有一個夢想，我想成為一名歌手。我而家想唱首歌俾你哋聽啦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。世界缺失的时候，请先带着我知道；世界最快乐的时候，有你和我分享。日记里面写，我将你身旁，静静地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？就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一来一来慢慢伴着你在后方，笑容像我想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的坚强，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明月芬芳。我和你一样的善良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有受伤，让我承认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。到我。我叫 Vincent。我嘅夢想係每一日都過得開心啲、快樂啲。希望之後出到嚟做嘢嗰陣，可以輕鬆咁面對唔同嘅事。我想有朋友，想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。我亦都想成為佢哋嘅聆聽者，因為咁，我想一步一步咁改變自己嘅小世界，完美啲。你哋覺得我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支持
謝。